刚刚他们跟我说外面下雨了，但是我们还没拍完，可能要到凌晨2、3点钟才能收工，所以说希望大家别在这雨天里面在外面等了。然后所以我提前跟大家出来打个招呼，然后非常感谢大家可以从各个地方来到我的剧组，然后陪我杀青，然后辛苦了。奶茶都喝到了是吧？对。然后因为这一次杀青时间比较晚嘛，就没法能像苗火那一次就有一个特别的场地给大家安排，所以说在这么一个露天的夜晚还下着大雨，还非常辛苦大家。我不想看到大家淋雨了，所以说大家还早点回去一会儿哈。